为我们热心奉献，我们敬业尽责，为我们奉献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邱树然邱常委，谢谢。我们亲爱的主委，还有我们那个蔡宜菲议员、尤龙志议员、文家珍议员，还有我们其他的议员哈，那个还有我们主委。这边是我们那个卢坤宏主委议员哈，那还有我们其他的那个代表哈，还有我们所有的乡亲，大家早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昨天晚上刚从南回回来，所以还在晕晕的哈。不过该做的责任我还是会担哈。那因为这次真的遇到这个大罢免，我们真的是心很痛了哈。那民主国家选书就要来用这部。今仔日伊就是因为罢免咱韩国瑜，罢免了食髓知味啦吼，所以一直要来用安尼吼，选书就要搁定兵。希望讲咱的乡亲，大家一定要站出来，一定要大团结吼，袂当互伊讲无咧照民主来处理代志，尤其他是少数总统，那少数总统。应该要尊重我们的立法院，完全没有在尊重。像这一次我刚才主委有讲，那个预算已经是历年来最高的，他还是一直在说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补助都不行。所以我在中央我有提案出来，我有跟主席讲，我们把一一所列的，他们列出来的，然后跟我们删减的提出来比较。我们才删了2075亿呢，还是历年的最高呢哈。那这么多钱，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事情吗？按了讲，无多就是换人做，对吧？不要花价搁嫌，若讲嫌使船嫌客的对，不要使船啊吼，嫌客的对吧？这侪钱要搁无多人处理吗？换人做看卖。我想我们。历年来，我们国民党，咱上悬拢到一条弯尔，咱就做啊足好势啊，做啊大家嘛拢足满意，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所以我在这里，我想说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团结出来，力拼到底。我相信有咱家人，你看第一关你就要甲咱罢免，那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团结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再得逞。再得逞，你那个食髓知味，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了，但当然，拢一直要甲你讲要大罢免，拄啊咱所扣的税，拢互利用这个机会来贪污啦。你看咱逐当，咱的税拢是超增，今年阁超增5200几亿的，安尼咱的负责我都通好起掉，竟然伊阁用安那的，我要互老百姓知影，因为我本身我是会计师。所以对因的预算各方面，零的预算咱个删得哇哇叫的，暗中佮甲你用特别预算，唔免经过咱的立法院的，伊就一直甲你用，所以咱税收已经历年来已经超收，差不多要1、2条去啊，到今咱的负责无减轻，搁再倒增加，这是足重要，所以我一直甲讲。咱百姓大家爱清楚站出来，袂当甲咱听因讲，因好做的白操的，咱一一的来突破，把那个明细给列出来，互老百姓了解。无老百姓无了解嘛，你想讲，干脆简单一个，迄个选手的补助，咱是选一个70万，台湾中介主委讲70万尔，就是选伊的商务舱的费用尔，其他咱拢无选，安尼伊就当甲咱合作，或者搁一寡弱势团体。有人唔知影嘛讲，咱家删减对咱的本碗，所以这点我希望讲，大家一定爱，我希望讲中央甲明细列出了，咱爱替中央宣传，互大家知影讲，咱删减是小可意思尔，因为因增加很济，所以这毋是像因讲的一直好做足侪项，有诶无咱不是伫咱的手机管路拢有当看足清楚，因为一寡。较年纪较大的百姓，有当伊袂去注意这个网络，所以我爱互大家了解，这个情况，而且新的一年希望讲新的一年小龙年，能够
带来给各位好运，好，一切平安，辛苦，谢谢，祝福大家，感谢我们邱淑兰中常委为我们的勉励支持。接下来呢？